各位，您是否曾在洗手间镜子前看住尿液重复出一层泡沫，感到疑惑？或者是否曾有过早晨醒来，发现脸部浮肿，惊讶地问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志明医师，一位近50年来专注于肾脏健康研究，并解诊过数万名患者的自身医师。如今85岁的我，依然每天在诊间里全心投入地改变患者们的生活。今天，我希望与各位分享一个连议员都鲜少透露的惊人秘诀，能让您的肾脏中获新生。特别是我将告诉您一种能让肾脏欢呼雀跃的超级水果。肾脏是我们身体里的小英雄，它每天过滤200公升的血液，排出毒素，平衡血压和水分。然而，一旦肾脏受损，它能在短短几天内威胁生命，可见其重要性。更可怕的是，预计在未来50年内，肾脏疾病将变得像糖尿病一样普遍。但即便如此，许多人却依然忽视肾脏发出的警讯。今天，我希望透过这支影片，让您学会如何识别这些警讯，并用简单的方法保护您的肾脏。10年前，70岁的王阿嬷来到我的诊间，她的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。阿嬷妻将参加孙子的婚礼，但双腿严重负重，连鞋子都难以穿上，每天晚上都频繁跑厕所，让他无法好好入睡。尿液检查结果显示，他的肾功能一下降到仅剩20%。阿嬷望着我，用颤抖的声音问：陈医师，我是不是连孙子的婚礼都看不到了？他眼中那份绝望的光芒，我永远无法忘记。我握住阿嬷的手，向她承诺：让我们一起努力，现在换不完。6个月后，阿嬷在婚礼上与孙子翩翩起舞，她脸上的笑容，那幸福的时刻，正是我坚持这份工作的原因。各位，肾脏疾病虽然可怕，但它并非绝望之症。有一种方法，无需药物，无需手术，人人都能在家实践。只要坚持3天，我的患者中有庇护人士在1周内感受到尿液泡沫减少、负重小腿的变化。您也一定能做到。看完这支影片，您将会了解那些使伤害肾脏的敌人，以及如何让肾脏中获新生的秘诀，还有我30年来赞不绝口的超级水果。现在，请点击订阅按钮和赞，它处于更多人分享这份宝贵智慧的第一步吧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将向您做出3个承诺。第一，您将精确理解肾脏为何如此重要，以及为何现在就必须开始关注它。第二，我将告诉您日常生活中伤害肾脏的习惯，以及具体的改变方法。第三，我将赠送您一份人人都能轻松实践的3日肾脏霍华食谱。各位，您准备好了吗？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踏上肾脏众生的旅程吧。您的肾脏比您想的更重要。各位，您曾想过，肾脏在我们体内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吗？肾脏每天过滤200公升的血液，相当于100大瓶矿泉水的分量，负责排除毒素，并平衡我们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。它还能调节血压，
甚至分泌能强化骨骼的荷尔蒙。简而言之，肾脏就是我们身体的净水器和控制它。如果肾脏无法正常运作，毒素就会堆积，严重是甚至能在几天内威胁生命，可见其重要性。但您知道吗？这个如此宝贵的肾脏，却在现代人身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。我行着近50年，借诊过数万名患者，感觉到大家的肾脏健康状况已不如以往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了。30年前，台湾人的餐桌上多是蔬菜、泡菜、微成糖等，但现在以肉类为主的系使饮食越来越普遍，蔬食和加工食品也占据了餐桌。统计显示，糖尿病和高血压占了肾衰竭的好的80%。这两种疾病是损害肾脏的罪魁祸首，而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在过去10年内增加了30%，再加上了缺乏运动、压力和熬夜里小夜的习惯，肾脏正日益疲惫。我来说说我的一位患者，68岁的陈伯伯的故事。陈伯伯每天下班后，总是以1碗泡面作为一天的结束。他请苗丹写的像1碗泡面能有多大影响。然而有一天早上醒来照镜子，他发现脸部严重浮肿，尿液也开始出现泡沫。他感到不安，于是前往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他的肾功能一下降到1半以下。陈伯伯看着我，叹息道：“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，只是吃点泡面会变成这样。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吗？”他那焦急的声音至今仍会当在我耳边。我与陈伯伯一同调整饮食习惯，仅仅6个月后，他的肾脏数值就竟仍的改善了。现在陈伯伯比泡面更喜欢泡菜和蔬菜，也珍惜与孙子们在公园散步的时光。像陈伯伯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。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资料，65岁以上的人中，有1/3还有肾功能低下，但大多数人却毫不知情。更可怕的是，肾脏疾病在初期几乎没有症状，所以许多人会误以为年纪大了本来就容易累。但那份疲惫感，那份负重，可能正是肾脏发出的 SOS 讯号。各位，您是否习惯在深夜吃泡面或炸鸡等宵夜？或者您整天坐在办公桌前，缺乏运动时间？请在评论区程式分享吧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的消息管如何影响肾脏健康。事实上，伤害肾脏的不只是那碗泡面或宵夜，压力也是一大敌人。我遇到的患者中，有许多人在退休后，以为压力减少了，却因为照顾孙子、处理家务而忙得不可开交。压力会使血压升高，而高血压则会损害肾脏血管。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，慢性压力会使肾功能下降12% 以上。如果再加上缺乏运动，肾脏就会变得更加吃力。各位，您是否曾觉得连抽出10分钟来散步都很困难？请务必记住，那10分钟可能就能拯救您的肾脏。但是别担心，肾脏只要我们稍微关心它，就能展现出
惊人的恢复力。我30年来研究并与患者们一同证实，仅仅透过简单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改变，肾脏就能重新恢复活力。今天我将透过这支影片，帮助您注意识破威胁肾脏的敌人，并一同寻找战胜他们的简单方法。那么，现在让我们更具体的了解肾脏发出的警讯吧。如果您曾出现尿液、泡沫或早晨脸部浮肿，请务必更仔细聆听接下来的故事。沉默的警讯，肾脏正在向您求救。各位，您是否曾在早晨醒来，发现手部浮肿，连结制度难以带上，或者在洗手间后发现尿液泡沫久久不散？肾脏疾病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疾病，正是因为其症状不明显，因此许多人会错过肾脏发出的警讯，等到晚期才寻求就医。但今天我将注意告诉您这些讯号，光是学会识别这些微小的警讯，就能踏出保护肾脏的第一步。肾脏疾病最典型的警讯之一，就是尿液中出现泡沫。如果尿液像啤酒一样，泡沫持续5分钟以上不消散，那可能是蛋白尿的讯号。蛋白尿是肾脏无法正常过滤血液中蛋白质时出现的症状。另一个讯号呢，是早晨脸部、手部、脚部出现的浮肿。肾脏负责调节身体的水分平衡，如果这项功能减弱，体内多余的水分就会堆积，导致浮肿。特别是如果您早晨照镜子时发现眼睛浮肿，或感觉鞋子变得紧绷，这可能就是肾脏正在努力的讯息。我会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15岁的张阿姨的故事。张阿姨每天早上首都冲倒带不上戒指，她总认为年纪大了都这样，所以不以为意。她甚至因为手不讲音，连和孙子玩丢沙堡游戏都感到沮丧。然而有一天，张阿姨来到诊间，对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最近尿也好像有泡沫，是不是水质不干净啊？”我立刻建议他进行肾脏检查，结果令人震惊，他的计算行数值仪表升到危险水平。所幸他与我一同调整了简单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他减少了限时摄取，并养成了多喝水的习惯。3个月后，张阿姨的腹中明显小腿。现在她与孙子们在公园里玩丢沙包，笑声不断。那是我记得张阿姨说过的话：“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就能让我重视与孙子的欢乐时光。”像张阿姨一样，许多人常将肾脏疾病的早期症状归咎于年龄，但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资料，65岁以上的人中有30%患有肾功能低下，但大多数人却毫不知情。更可怕的是，肾脏疾病在初期几乎没有症状，所以发现越晚，治疗难度越大。例如，如果忽视腹中或尿液泡沫等讯号，肾功能会持续恶化，最终可能需要牺牲。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，高达7%的肾功能下降到50%以下时，患者仍然没有明显症状。所以，各位，如果您曾出现早晨手脚浮肿，
或尿液泡沫救不散的情况，请在评论区程式分享吧。您的小小经验，可能就是保护肾脏的第一步。事实上，肾脏发出的讯号不止这些。我信易经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疾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悄无声息的来临。例如，张阿姨除了腹中外，早晨醒来手也僵硬，与孙自玩刷屎，也很快就感到疲惫。这种疲惫感也是肾脏功能减弱时可能出现的讯号。肾脏负责过滤血液，清除毒素。如果这项功能下降，毒素就会堆积在体内，导致疲劳肝。各位，您是否曾想过，年纪大了本来就这么累？那份疲惫感可能不只是年龄的缘故，也可能是肾脏发出的讯息。能够识别这些肾脏发出的惊讯，是保护肾脏的第一步。幸运的是，如果及早发现这些讯号，有许多方法可以在不需要物或手术的情况下，让肾脏中火新生。就像我与张阿姨一同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开始做出小小的改变。那么，现在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肾脏疾病的其他警讯吧。如果您频繁夜间拍尿，或无故持续感到疲惫，请务必更仔细聆听接下来的故事。夜尿与疲惫，肾脏无声的危险警报。各位，您是否曾因夜间频繁跑厕所而失眠？或者即使睡得很饱，早晨醒来却感觉身体沉重无比？除了前面提到的尿液泡沫和腹中，肾脏疾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会以非常隐秘的症状出现。这些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年纪大了就这样，但事实上，它们可能是肾脏向我们发出的紧急警报。今天，我将主意告诉您这些危险讯号。光是学会识别这些讯号，就能为保护您的肾脏迈出重要的一步。肾脏疾病进展时会出现的症状之一，就是不明原因的疲惫感。肾脏负责过滤血液，排出毒素。如果这项功能减弱，毒素就会堆积在体内，导致疲劳。即使睡饱了，身体仍然没有精神，白天注意力不集中，或容易感到疲惫，这都可能是肾脏正在努力的讯号。另一个症状是头晕目眩和恶心。如果肾脏无法正常运作，血压调节就会出现困难，毒素也会影响大脑，导致头晕或乡土的感觉，特别是夜间频繁跑厕所的夜间多尿，以及尿液变得越来越稀的现象，也是重要的讯号。当肾脏调节水分的能力下降时，尿也会变得清澈且量大，导致夜间频繁醒来。我会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70岁的王伯伯的故事。王伯伯总是感到疲惫，甚至错过了孙子的国小毕业典礼。他总认为年纪大了都这样，所以不以为意。然而有一天早上醒来，王伯伯因为头晕目眩而跌坐地上，而且恶心到连一勺饭都难以下咽。他感到不安，于是来到诊间，检查结果现实，他被诊断为尿毒症。尿毒症是肾脏无法过滤毒素，导致毒素堆积在体内，如果置之不理，可能危及生命。陈伯伯看着我，叹息道：“
乘以10。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就能让我重视与孙子的欢笑时光。像往波波一样，许多人常将肾脏疾病的症状归咎于年龄，并加以忽视。然而，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资料，65岁以上的人中，有30%还有慢性肾衰竭，但大多数人却毫不知情。更可怕的是，即使完全没有这些症状，肾脏也可能已经受损。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，高达7%的神功能下降到10%以下时，而患者仍然没有任何症状。所以，请不要忽视疲劳感、头晕、野鸟等讯号。这些讯号可能就是肾脏在向我们大声呼喊，请帮助我。各位，您最近是否曾误估感到疲惫，或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？请在评论区程式分享吧。您的经验可能就是保护肾脏的第一步。我行易经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疾病虽然悄无声息，却会持续不断地侵蚀我们的身体。例如，网播出了疲惫感外，晚上还会起夜3-4次，导致几乎无法入睡。结果就是白天是谁，与孙子说话时也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这些小小的困扰累积起来呢，最终可能剥夺生活中的乐趣。但幸运的是，如果及早发现这些讯号，那有许多方法可以在不需要物或手术的情况下，让肾脏中活新生。就像我欲望伯伯一痛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开始做出小小的改变。好了，现在您已经了解肾脏疾病的症状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吧。如果您每天吃的食物或日常习惯正在损害肾脏，接下来的故事将告诉您如何改变隐藏的肾脏杀手、日常饮食与生活习惯的真相。各位，您是否曾在晚上注意碗泡棉池，然后想着这样没关系吧？或者您是否曾在早上方便的吃个火腿三明治，开始您的一天？您知道吗？我们日常生活中太过熟悉的事物，实际上可能正是伤害肾脏的最大敌人。肾脏就像我们身体的经睡期，而错误的饮食选择会让这个经睡期越来越吃力。今天我将逐一告诉您伤害肾脏的食物，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危险。光是了解这些敌人，就能为保护您的肾脏迈出重要的一步。伤害肾脏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咸食，特别是像泡面、汤面、火锅等糖水多的料理，那含量高，会对肾脏造成巨大负担。过量的钠回使血压升高，而高血压则会损害肾脏血管。台湾人的饮食多糖水料理，导致钠摄取量远高于世界平均。台湾肾脏医学会指出，钠摄取过量会使肾衰竭风险增加。第二个敌人是加工食品，火腿、香肠、蛋糕等食物富含磷和添加剂，会在肾脏血管中堆积沉淀物。这些沉淀物会逐渐削弱肾脏的过滤功能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过量饮用菠菜或羽衣甘蓝等生材汁，也可能对肾脏有害。这些蔬菜含有大量的草酸，过量摄取
可能导致肾结石。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，草算过2社区会使肾结石风险增加30%。我会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67岁的林太太的故事。林太太为了方便准备早餐，每天都离火腿三明治。她觉得方便又好吃，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不以为意。然而有一天，她的尿液出现泡沫，双腿严重腹中，于是来到诊检。检查结果现实，她的肾功能一下降到失以下。林太太看着我，但有底问：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我喜欢吃三明治会变成这样。现在还得他们餐又是老板，怕着我个为 what 也是喜外的口摊吗？他内战斗的声音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我与林太太一同调整饮食习惯，他减少了火腿和香肠的摄取，并增加了泡菜和蔬菜的摄取。我建议他规律饮水，并用清澈的蔬菜汤取代咸汤面。3个月后，林太太的浮重明显小腿，尿液也变得清澈。现在，她与孙子们一同到市场挑选新鲜蔬菜，享受着欢乐的时光。那是林太太说过的话，依然深深刻在我心中。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改变，就能让我再次感受到身体轻盈，像林太太一样。许多人并不知道日常饮食选择如何影响肾脏。我行医近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对我们吃的食物反应非常敏感。例如，林太太除了火腿三明之外，周末还喜欢吃泡面和烤肉。这些食物累积起来，导致她的肾脏日益疲惫。台湾人的那社区2句说，达到世界卫生组织间1量的2倍。各位，您是否经常吃现食，或者您是否曾为了方便而已加工食品作为主食？请在评论区程式分享吧。希望今天这段内容能让您思考一下您的餐桌选择对肾脏的影响。事实上，上海肾脏的事物在我们的餐桌上太过熟悉，因此也更危险。例如，1碗泡面虽然美味方便，但每吃一次都可能在肾脏上留下小小的伤口。加工食品也是如此。火腿或香肠虽然方便食用，但其中的添加机会逐渐都塞肾脏的过滤网。但是别担心，肾脏只要我们稍微关心它，就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。就像我与林太太一同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开始做出小小的改变，减少限食，并尝试多吃新鲜蔬菜，即使是一点点也好。这些微小的改变将成为保护肾脏的巨大力量。好了，现在您已经了解食物对肾脏的影响了。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另一个损害肾脏的敌人——生活习惯吧。如果您每天重复的习惯正在让肾脏更加吃力，接下来的故事将告诉您如何改变您的日常习惯，可能是肾脏杀手，危险于自救。各位，您是否曾在周末泡温泉，或整齐40小时，然后想着这样一定很健康？或者每当头痛时，就随手拿起止痛药吃，然后觉得吃1颗没关系？您知道吗？我们日常生活中自以为健康的习惯，
实际上可能正是上海肾脏的银行第一人。肾脏不仅对事物敏感，也对我们每天重复的生活习惯敏感。今天我讲着意告诉您上海肾脏的危险生活习惯，光是了解这些敌人，就能为保护您的肾脏开启巨大的改变。上海肾脏的第一个习惯是过度运动。运动对健康有意识中所周知的事实，但过于剧烈的运动反而可能对肾脏有害。例如，突然进行过度肌力训练或马拉松等活动，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。这种情况下，肌肉受损后，毒素会释放到血液中，对肾脏造成巨大负担。第二个敌人是过度泡温泉或整气室。在炎热环境中长时间出汗会导致脱水，这会减少肾脏的血流量，降低其过滤功能。特别是台湾人喜欢泡温泉文化，这种习惯更容易加剧对肾脏的影响。最危险的习惯是滥用药物。止痛药，尤其是布洛芬等非类固醇药、延脂痛药 NSAIDs 以及抗生素、抗病毒药物，如果长期或频繁服用，可能对肾脏产生毒性。哈佛医学院的研究指出，长期服用 NSAIDs 的人中，有20%经历了肾脏损伤。我回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99岁的王伯伯的故事。王伯伯坚信每天晚上在温泉会馆泡2小时，是他保持健康的秘诀。他自豪地说，排了汗，身体就轻盈多了。然而，有一天，王伯伯出现严重的头晕，尿量也明显减少，于是来到诊间。检查结果显示，他的肾功能一下降到40以下，这是因为脱水导致心脏无法正常运作。王伯伯看着我，慌张地问：“陈医师，温泉不是说对健康很好吗？我做错了什么吗？”他那淡有的表情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我欲望勃勃，一同调整了生活习惯。他将温泉会馆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，并养成了规律饮水的习惯。止痛药也只在必要时，并咨询医生后才服用。4个月后，王伯伯的肾脏素质明显改善。现在他不再去温泉会馆，而是爬社区后山得不到来维持健康。那是王伯伯说过的话，我至今仍记得。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改变，就能让我再次爬山，像王伯伯一样。许多人自以为健康的习惯，却可能对肾脏造成负担，他们却毫不知情。我行医近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对我们不经意重复的习惯非常敏感。例如，王伯除了泡温泉会馆外，每次头痛也会习惯性的服用止痛药。他觉得吃一颗没什么大不了，但这些小小的选择却慢慢的在肾脏上留下伤口。根据台湾肾脏医学会的资料，超过33%的台湾人会滥用止痛药。各位，您是否经常泡温泉或整气时？或者您是否习惯随手拿起止痛药服用？请在评论区诚实分享吧。希望今天这段内容能让您思考一下您的日常生活习惯对肾脏的影响。事实上，上海肾脏的习惯
太过熟悉，因此也更危险。跑温泉或诊其实虽然令人愉悦，能释放压力，但如果过度，肾脏就会因缺水而受苦。止痛药也是如此，一两颗看似没关系，但长期累积可能会损害肾脏的过滤网。但是别担心，肾脏只要我们稍微注意，就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。就像我欲望勃勃一通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开始做出小小的改变，减少跑温泉或整七时的时间，多喝1杯水，并只在必要时才服用药物。这些微小的改变将成为保护肾脏的巨大力量。好了，现在您已经了解伤害肾脏的食物和习惯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如何让肾脏中获新生的秘诀吧。如果您能透过每天吃的食物或简单的习惯让肾脏健康，那么那种方法最好呢？接下来的故事将以通为您解效超级水果与黄金习惯，挽救您的肾脏，重视获利。各位，您是否曾在夏天吃足冰凉的西瓜，心想这么好吃的东西要是对身体也好，那该多好啊！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我研究肾脏健康30多年发现的超级水果西瓜，竟然对挽救肾脏有着惊人的功效。肾脏就像我们身体的净水器，负责过滤毒素。只要吃对了食物，这个净水器就能重新恢复活力。今天我将逐一告诉您挽救肾脏的超级食物以及它们的秘诀。光是将这些食物摆上餐桌，您的肾脏就会欢呼雀跃。首先，让我介绍肾脏的超级水果，就是西瓜。西瓜具有卓越的利尿作用，能快速排出体内堆积的毒素。此外，西瓜中含有的茄红素 lycopene 和块沙兰酸 citrulline 能保护肾脏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日本大阪大学的研究显示，每天吃200颗西瓜，大约2小块，肾脏过滤率改善了10%。西瓜美味，价格实惠，人人都能轻松享用，是肾脏的好朋友。但西瓜并非唯一，大蒜、黄豆、青玉、海带、牛蒡等也都对肾脏有极大帮助。大蒜中的大蒜素 allicin 具有抗炎作用，能保护肾脏血管。黄豆富含植物性蛋白质和异黄酮，能降低肾衰竭风险。牛蒡能改善胃血管循环，帮助肾脏过滤功能。青鱼中的 Omega-3 能减少炎症，强化肾脏。海带，例如紫菜和海带芽，能从齿和钠，帮助排泄，减轻肾脏负担。我会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51岁的张阿嬷的故事。几年前，张阿嬷因为尿液泡沫和疲惫感来到诊间，检查结果显示，她的肾功能一下降到80%。张阿嬷想与孙子们在社区公园里奔跑玩耍，但总是因为疲惫而待在家里。我记得他当时问我的声音：“陈毅，这则是我是不是连和孙子玩的时间都没有了？”他那恳切的眼神让我非常想帮助他。于是，我与张阿嬷一同调整饮食习惯。他每天早上吃1片西瓜当点心，午餐则喝1杯牛蒡茶。
他也会准备黄豆制成的豆腐或蔬菜作为配菜，偶尔也会烤青玉。6个月后，张阿嬷的肾脏书只恢复到正常范围。现在，他与孙子们在公园里玩丢沙堡，笑声不断。那是张阿嬷说过的话，深深刻在我心中。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西瓜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，能和孙子们奔跑玩耍，简直像梦一样。像张阿嬷一样，许多人并不知道对肾脏有益的事物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。我行已经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对我们吃的食无反应非常迅速。例如，张阿嬷从开始喝牛蒡茶的第1周期，就觉得双腿变得轻盈。她经常吃黄豆料理，也感受到尿液泡沫减少。台湾肾脏医学会指出，富含植物性蛋白质的饮食能将肾衰竭风险降低20%。各位，您今天午餐是吃了咸汤面或肉吗？或者您曾吃过西瓜或豆腐等食物吗？请在评论区诚实分享吧。希望今天这段内容能让您思考一下，您的餐桌能给肾脏带来什么礼物。事实上，对肾脏有益的食物并不在我们的餐桌遥远之外。西瓜在夏天随处可见，大蒜和黄豆更是台湾人餐桌上常见的食材。牛蒡可以泡茶或当配菜吃，一片紫菜，一块青玉，就能让肾脏感到欣慰。这些食物不贵，也不难买到，它们只是需要我们稍微用心去选择。就像我与张阿嬷一同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晚上开始吃一片西瓜，明天喝一杯牛蒡茶，做出小小的改变。这些微小的选择将成为挽救肾脏的巨大力量。好了，现在您已经了解对肾脏有益的食物了，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与这些事物相辅相成的生活习惯吧。如果您能透过每天的小洗，惯让肾脏更强健，那么那种方法最好呢？接下来的故事讲一通为您解笑日常习惯，让您的肾脏活起来。各位，您是否曾计算过自己一天喝了多少水？或者，您是否曾在早晨绕着社区公园走一圈，呼吸新鲜空气？让肾脏健康，并非依赖昂贵的药物或特殊的治疗，而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微笑的习惯开始。肾脏只要我们稍微关心它，就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。今天我将逐一告诉您能让肾脏重或活力的生活习惯。光是时间这些简单的习惯，您的肾脏就能获得新生。首先，肾脏最重要的习惯是喝水，每天均匀饮用2.5公升汤的水，实施经肾脏毒素的最佳良药。水能让肾脏更容易过滤血液，减少负重和毒素堆积。台湾肾脏医学会指出，摄取足够水分能使肾功能改善10% 以上。第二个是适度的有氧运动，每天30分钟的散步或轻度伸展，能使流向肾脏的血液量增加。运动有助于肾脏更有效地排出毒素。最后，晒太阳也有很大帮助。阳光能帮助身体产生维生素 D， 促进钙质吸收，
进而减轻肾脏负担。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D 充足的人，肾衰竭风险降低18%，喝水、散步、晒太阳，这3种习惯不花1毛钱，却是肾脏的宝藏。我回想起我的一位患者，66岁的林太太的故事。几年前，林太太因为尿液泡沫和疲惫感来到诊间，她总是感到疲惫，连和孙子们到社区走走都做不到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她的身功能一下降到难得是以下。林太太看着我，叹息道：“陈医师啊，我是不是连和孙子去旅行的梦都是现不了了？”她那恳切的声音深深刻在我心中。我与林太太一同开始了简单的习惯。她每天分次喝185公升的水，每天早上在社区公园散步30分钟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她也会在自家院子里晒10分钟太阳。6个月后，林太太的尿也泡沫消失了，疲惫感也明显减少。现在，她与孙子们一同去澎湖旅行，创造了许多新的回忆。那时，林太太说过的话，我记得吗？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一杯水和3不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你能和孙子们看海，简直像梦一样，像林太太一样。许多人并不知道，挽救肾脏的习惯竟然如此简单。我行已经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肾脏对我们每天重复的小小行动反应迅速。例如，林太太从开始喝水的第1周期，就觉得双腿不再那么负重。公园3不让她疲惫感减少，晒太阳甚至让她心情都变好了。这3个习惯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或时间，它们是人人都能随时随地做到的事情。各位，您今天是否忘了喝一杯水？或者您是否曾推离在社区里散步的时间？请在评论区程式分享吧。希望今天这段内容能让您思考一下，您的消息惯能给肾脏带来什么礼物。事实上，挽救肾脏的习惯并不遥远。喝水可以在饭前饭后各喝1杯，很快就能达到1.15公升。散步也不必特意穿运动鞋，去家附近超市时多绕一圈就足够了。晒太阳可以在早上拉开窗练，边喝咖啡边享受阳光。这些习惯不贵也不难，他们只是需要我们稍微用心取时间。就像我与林太太一同做的那样，您也能从今天开始多喝1杯水，明天在社区公园里散步1圈。这些微小的改变将成为强化肾脏的巨大力量。好了，现在您已经了解完就肾脏的事物和习惯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将所有这些结合起来，讨论如何实践吧。如果您能坚持实践这些秘诀，会有哪些惊人的变化等着您呢？接下来的故事将一同为您总结：守护肾脏，简单时间，终活新生命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一同分享了肾脏的宝贵，那些损害它的敌人，以及如何让它终活新生的秘诀。您已经了解到，肾脏是我们身体的安静英雄。只要我们稍微关心它，它就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。我的一位患者，73岁的王波波的故事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王伯伯曾经每天晚上都以泡面果腹，因为疲惫和负重，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孙子骑脚踏车。然而，他与我一同解出了现实，改为以习翅和黄豆为主的饮食。他每天喝 1.5 公升的水，并在阳光下在社区公园散步30分钟。1年后，王伯伯的神功能恢复到好吃事。现在，他与孙子已痛骑着脚踏车乘风而笑。那时，王伯伯看着我说的话，深深刻在我心中。陈医师，我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，就能让我与孙子一起奔跑。各位，像王伯伯一样，您也能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为肾脏迈出第一步。不需要昂贵的药物或复杂的方法，短短5分钟，一天1杯水、1片西瓜，以及在社区里散步1圈，就能改变您的人生。开始很简单，首先，每年至少进行1次尿液检查和肾脏检查。肾脏是悄无声息的受损，所以定期检查是最可靠的安全网。然后从今天开始，稍微减少泡面、碳酸饮料、红肉、油炸食品和浓缩过汁的摄取。您可以尝试按照说明栏中的3日肾脏或化食谱来试煎，用西瓜、黄豆、牛蒡茶等食物填满您的餐桌。别忘了喝水和散步，这些微小的改变累积起来，您的肾脏一定会感谢您。我行医近50年，接触患者后发现，健康并非来自宏大的决心，而是源于微小的时间。王伯伯一开始也担心自己是否能做到，但1天、2天、1个月过去，他感受到身体变得轻盈，与孙子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您也能做到，今天晚上多喝1杯水，吃1片西瓜，然后明天早上在社区公园里散步1圈，感受阳光。这些微小的习惯将会挽救您的肾脏，并为您带来更健康的晚年。您想与更多人分享这些秘诀吗？现在9点击订阅按钮和赞吧，然后在评论去许下您的第1步承诺，写下我今天会吃西瓜，或者我从明天开始散步。您的留言将给予我巨大的力量，您的故事也会给予其他人勇气。我为您健康的晚年以及与孙子们欢笑的宝贵事，光加油！下支影片再见，将带来更棒的秘诀，让我们一同继续健康的旅程吧。